即係有意思去揾嘅醫療嘅咧，佢哋都會知道邊度有醫療賣啊。因為買醫療嘅啲人都話，走西港城花寶街啦咁咯，係咯。好多外地人咧嚟到咧，都會問花寶街嘅歷史係點樣嘅？就以前喺邊度嘅搬嚟嘅咁樣咯。咁我哋會同佢講啦，以前咪喺永安街啦，永安街搬嚟呢度30幾年咁咯。如果講起西港城，唔知道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嘅會係啲咩呢？係咪電車嘅終點站，定係可以買布做衫嘅好地方？西港城同埋花寶街嘅緣分可以話係千絲萬縷。自1991年起，由於花寶街原址永安街需要重建，土地發展公司，亦即係市建局嘅前身，決定將法定古蹟西港城1樓全層撥出俾部分布商繼續經營。喺呢34年裏面，花寶街嘅圃頭成為咗西港城嘅門面，亦都肩負起當年西港城重新定位，希望成為宣傳傳統工業及手工藝中心嘅角色。而嚟到2025年，市建局宣布未來2年起，西港城將會進行全面翻新及復修工程，全數商戶將會逐漸遷出。呢一個決定或者成為咗一個時代嘅休止符。而家就利用我哋嘅鏡頭，去同大家走過西港城同埋花寶街橫跨幾十年之間嘅緣分。呢啲都係可以講話唔好聽，即係都叫文化遺產之一。查證歷史咧話永安街啊，永安街咧嘅歷史咧就有120年啦。咁加埋我哋搬過嚟呢度咧就30幾年，即係換句説話咧，我哋賣布呢個永安街行業咧有150年歷史，等於呢個大廈咁長嘅歷史。咁古蹟之中咧，你古蹟之中裏邊仲有呢啲所謂唔好聽嘅古老行業喺度咧，即係古上加古啦，咁啊更加有吸引力咯。應該呢個都係屬於旅遊景點打卡點之一。咁你冇得繼續嘛？如果繼續有得做，我哋永不言休喎。咁佢而家話：喂，最後通牒咯，你唔走唔得咯，唔走咧可能會法律行動喎。咁咪唔信啦，你講到咁咪走咯，啊？係啊，而且你宅喺度一個問題，你租嘅地方收起佢咧，亦係錢。不如我而家趁勢問一下啲香港朋友啊，或者我哋嚟嘅朋友啊，有適合係啱佢心水啊，咪是但平一平賣咗俾佢算數，咪咯。所以有啲人話：哎呀，之前嗰部我幫你賣幾百蚊，而家賣20蚊。我話嗰陣時咧未有呢個 case 降落嚟啊嘛，仲有得做啊嘛。而家我賣出去，所謂好話唔好聽，貼錢送啲財神走。嗱，而家佢咁樣咧，嗱，你收咗呢個 Western Market 嚟計咧，你出去租，嗱，租金呢個問題啦。第二咧，你唔夠成行成市，即係所謂唔夠號召力啊。你一間半間咧就好難做得起嘅。如果話有啲行家5、6個人，咁啊都想繼續去營業，想揾一個地方，咁啊非常之 good。但呢一樣嘢咧，一定係要政府啊或者某方面帶頭領頭羊，係咪先？如果我嘅理想咧，就最好租埋街市啦，係咪先？街市換街市，好多年前我已經同某方面講過㗎啦。咁呢段説話都冇乜説話好講嘅，即係我哋自己有得，即係覺得點樣咧？覺得有啲可惜咯。嗱，好似你經過疫情啦、沙士啦，都捱得過啦。乜嘢運動都捱得過啦。去到咧，最後咧得到如此下場。一棟擁有過百年歷史嘅古蹟需要修復，當然無可避免。喺時代不斷更新嘅洪流底下，被沖走嘅到底係我哋唔再需要嘅古舊行業，定係尚有一息生存空間，代表到我哋某種意義嘅文化產業？如果對呢條片有共鳴嘅你哋，歡迎 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。
去支持我哋拍更多更好質素嘅片段俾大家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